劳动片，没出息了，没出息。
一條一間係點樣行，即係有路標，人哋落咗啲路標咧睇嘅時候咧。我知咩？真係，你睇下，諗到啊！佢啲嘢真係唔教你。呢個啊，你打唔通條隻班食下先。呢條啊嘛。
好，繼續。繼續嗰啲嚟啊！嗰啲嚟啊！影相啊！嗰啲嚟啊！有興趣嘅好啦，又好難睇。有興趣到嚟今晚網上遊。阿哥啊，已經集體寫下上嚟啊！集體寫啦！呢度啊！呢度啊！呢度。今晚網上遊，晚上收雞啊！埋位埋位啊！一人一半3